大基本千万字，特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今仔日是元宵，各地拢有灯花，有花灯，有的花灯的造型足特别，有红仔的角色，喙翘翘，看起来足古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翘。咱做伙来看到读做客窑翘第3条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翘本地意思是形容禽兽的尾溜牙圆圆的形，咱讲是尾溜翘翘。啊，那现代有的台语字典解说翘，就是物件噗噗，或者是讲夹起来形，像讲头毛偌无好势翘起来。有时阵囡仔若是洗性地，喙嘟嘟，咱讲伊是翘喙，或者是翘喙唇。另外，还有坐椅啊，无一个好势，袂知跋倒，咱讲是空骹翘。也有人饲宝贝动物，上界艰苦的就是死翘翘，就是翘起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翘翘，这是形容物件向顶面的形。第二个词读做空骹翘，拄则讲到就是因为坐椅啊，无一个好势，袂知跋倒，四骹向上天的形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阿明坐椅啊，唔一个好势，喙翘翘，佮翘骹翘悬悬，一个袂知阵啊空骹翘，伊啊嘛四骹向上天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翘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